今天利用早斋结束了，我们就简单把这一章跟各位大家结个法缘。我们不为黑夜，要走向光明啊！有时候人一定是会坎坷不平的。佛老早就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瞬息万变，人世间是无常的。所以我们说，是无常先到，还是明天先到呢？无常先到啊！你看一个老板拼命的盖房子，盖到3层的时候，他还想说赶快把它完成。结果佛陀走过那边的时候，佛陀神通广大，了解这一个大老板寿命只有到今天，如果他不好好听法，对他来讲伤害很大，没办法挽救他的慧命。所以他想尽办法靠近他，告诉他说：“你给我10分钟，听完10分钟就可以了。”那个老板回答说：“现在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，这个时间我没办法听你的。”就把佛陀给赶走。佛陀心里说：“真的，一切都是在无常之中。”第二天，佛陀又出现了，告诉他说：“你给我10分钟，10分钟讲完了，我就离开了。”但是这个老板就不接受，他说：“我还是在工作，无论如何，这个工程要圆满。”所以他全心全意投入在工程当中。没想到佛陀一离开，他那个3层楼的房子，砰一下子坍塌下来了，把他给压死了。那个老板就死在那里面了。很多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佛陀你这么慈悲的关照他，为什么他不接受？因为他不知道生命无常啊！无常来的时候，就好像黑夜一样，我们的内心忐忑不安，我们会感觉有一点惧怕，有一点慌乱。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有勇气，要有毅力，要冲破这个难关，走向光明。人世间有时候印途顺遂，有时候很坎坷，那么这些都是自然的现象。我们过去所累积的福德之粮不具足的时候，往往就很多挑战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一旦不顺的时候，身体欠安的时候，或者家庭不和乐的时候，事业不顺利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去惧怕，要勇于承担，接受挑战，面对问题来处理问题，要走向光明。你面对它，处理好了，我们心就能够平静了，没有烦恼。我们不怕寒冷，要迎向阳光。我们不要怕寒冷，寒冷很快就过去了。我们要迎向阳光。我们不惧挫折，要勇敢担当。有时候很多的考验，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，人世间不可能一切都如意，不可能一切都一帆风顺，不可能的。这些东西都是考验我们有没有勇气去承担它。如果你去面对它，处理它，看破它，放下它，那你就是勇于承担。我们不要害怕挫折，一点点小小的失败，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考验，也让你成长。我们不忧生死，这个可能会死掉，可能会离开了，跟我的亲人要分别了。各位，人世间本来就是生离死别，是正常的现象。人有生就有死，有好就有坏，有善就有恶，有高就有低，有来就有去啊！这个是人世间的真相啊！佛陀老早就告诉你呢，你要永远青春，不可能；你要永远不生病，是不可能的；你要永远富有，是不可能的；你永远不死，不可能的。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观念如果端正，一切都能看破，一切能放下。佛陀再三的告诉我们众生，你要深信念佛。我念佛，佛陀要救度我的这个事实，深深的种在我内心当中，绝对不改变，不怀疑，心里面不担忧受怕，是用这样的心态来念佛。你要深深的相信，好好的念佛，佛一定救度你，不放弃你。以后在你临命中离开这个人世间，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比现在幸福好几千万倍以上哦。所以我们信佛的人不怕生死，我们是学佛的人，是已经有念佛的人，你都不要担心，好好的静静的念佛，我会给你巧妙的安排。如果我们有寿命，我们有健康，好好的来担当弘法利生的神圣工作。如果我没有寿命，我们赶紧到西方成就道业，成愿再来，这个是很好的事情。师父简单几句话来跟你们分享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好不好？一起来学习。阿弥陀佛。